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可能有啲心噏，但又非常真實嘅事實，就係你可能一直以嚟都未曾真正瞓啱過。呢度唔係想嚇大家，點解我會咁講呢？其實好多人都以為只要日日努力做運動，經常食保健品，就等於好好照顧緊自己嘅身體。但你可能唔知道，如果睡眠出咗問題，前面做落嘅所有努力，效果都會大打折扣，甚至係白費心機。而家好多人對睡眠其實都有好多誤解，有人以為瞓夠8粒鐘就代表健康，平日長期唔夠瞓，所以一到週末放假就報復式咁賴床補覺，結果醒咗之後，成個人反而仲攰，精神仲差。有時夜晚明明瞓唔着，仲逼自己攤喺床度，結果係越攤越精神，越嚟越焦慮，反而仲搞到失眠。去到第二日，成個人冇嚟精神，唯有靠一杯又一杯嘅咖啡嚟續命。如果你發現自己中咗其中嘅一樣，其實代表你嘅睡眠系統已經出咗問題啦。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顛覆認知嘅真相：睡眠質素唔係取決於你瞓咗幾耐，而係取決於你入睡後嘅最初幾個鐘。呢度要介紹一本全球好多人都推崇嘅睡眠書——史丹福大學黃金90分鐘睡眠法。佢係由世界第一睡眠研究機構史丹福大學睡眠研究所所長西野精治所寫嘅。史丹福大學睡眠研究所已經有接近60年嘅歷史，長年研究人類嘅睡眠、大腦、生理時鐘同清醒機制等嘅問題，喺睡眠醫學界具有相當高嘅權威性。呢本書會由腦科學、生理學角度重新拆解人點解會失眠，點解越瞓越攰，點解明明好攰都瞓唔着嘅問題。書入面唔單止糾正咗好多大家一直以嚟對睡眠問題嘅誤解，更加提供咗一套非常具體又實際嘅高效方法，而且呢啲方法都唔複雜，亦完全唔需要靠你嘅意志力去硬撐，而係教你重新學識點樣順住身體本嚟嘅節奏，去掌握人類身體真正嘅睡眠機制。我哋先嚟講一下第一個重點：黃金90分鐘，一個決定睡眠質素嘅核心開關。我哋一定要搞清楚第一個重點，亦都係呢本書最核心、最重要嘅一個概念。決定你睡眠質素嘅，從嚟都唔係8個鐘呢個數字，而係入睡後嘅黃金90分鐘。西野教授喺書入面反覆強調，決定睡眠質量嘅根本就唔係8個鐘呢個死板嘅數字，因為真正重要嘅從來都唔係睡眠時間嘅長短，而係睡眠嘅質。而呢個睡眠質素嘅終極核心，其實就藏喺你入睡之後嘅第一個睡眠週期入面，即係最初嘅90分鐘。作者將呢段極其珍貴嘅時間稱為黃金90分鐘。點解呢90分鐘咁緊要？因為佢係你成晚睡眠入面最深層、修復效率最高嘅黃金階段。喺呢段時間入面，你嘅大腦同身體會自動進入一個高速修復嘅模式。首先喺大腦方面，佢會自動幫你整理全日嘅記憶，清理大腦嘅代謝廢物，甚至可以清除一啲同阿茲海默症，即係老人痴呆症有關嘅有害蛋白同埋毒素。其次，喺身體方面，生長激素都會喺呢段黃金時間進入分泌嘅高峰。呢啲生長激素對成人嚟講至關重要，佢可以幫你抗衰老、保持皮膚水潤、修復受損細胞，仲可以激活你嘅免疫系統。同一時間，你嘅自律神經系統亦會喺呢個階段得到深度嘅調節，幫助舒緩日間長期處於緊繃狀態嘅交感神經，令你嘅身體慢慢放鬆落嚟。可以話係，如果呢90分鐘你瞓得好，咁你成晚嘅睡眠其實已經成功咗一大半。但相反呢，如果呢90分鐘你瞓得唔好，中途醒咗或者俾人嘈醒，咁你後面就算瞓幾多個鐘，賴床賴到下晝，都根本補唔返嚟，甚至仲會增加患上抑鬱症嘅風險。所以呢個就解釋咗點解有啲人成日捱夜捱到凌晨2、3點，以為第二日補眠瞓到下晝就可以補返晒，但結果第二日起身依然覺得頭暈腦脹，成個人散晒，冇嚟精神咁。其實問題根本唔係你瞓得唔夠，而係你已經錯過咗身體最黃金、最關鍵嘅深層修復時間。咁問題嚟啦，
到底點樣先可以真正捉住呢個黃金90分鐘呢？接落嚟我哋講第二個重點，究竟點樣先可以真正捕捉到黃金90分鐘，親手打造屬於自己嘅睡眠鎖匙？我哋點做先至捉得住呢段決定睡眠質素嘅黃金時間？其實方法真係冇大家想象中咁複雜，要順利捕捉到呢個黃金90分鐘，我哋必須要親手開啟2把睡眠鎖匙。真正最重要嘅核心就係要建立起身體嘅節律感。首先第一條鐵律就係固定你嘅起床時間，就算你前一晚因為趕工作、追劇，甚至只係瞓咗4-5個鐘，第二朝都要盡量雷打不動，喺平時固定嘅時間起身。好多人一遇到呢種情況，第一個反應都會係都唔夠瞓，不如趁住週末瞓晏啲，補返啲覺先。但問題往往就出喺呢度，你越係毫無規律咁補眠，你體內嘅生理時鐘就會越混亂，結果到咗夜晚反而更加難入睡。我哋嘅身體其實就好似一個非常精密嘅生理時鐘，當你每日都喺固定嘅時間起身，再接觸陽光同光線，大腦就會慢慢校準返身體嘅節奏。到咗夜晚某個固定時間，身體自然會開始釋放令人想瞓覺嘅褪黑素信號。所以就算去到週六日想放鬆一下，都盡量唔好比平日起身時間遲超過1個鐘，否則生理時鐘一亂，夜晚又好容易瞓唔着。而第二個更加要注意嘅事就係，一覺得眼瞓就要即刻去瞓。當你開始不停咁打喊路，眼皮越嚟越重，甚至個人開始發呆，反應慢半拍嘅時候，其實就代表你嘅身體已經開始同你講係時候去瞓覺啦。而呢一刻其實就係你進入黃金90分鐘嘅最好時機。但偏偏就係喺呢個時候，好多人最容易犯，亦都最傷睡眠嘅習慣，就係心諗等我再碌多5分鐘手機睇埋呢條片先啦。但你要知道，一旦你錯過咗呢個黃金睡意嘅時機，身體好可能會重新精神返，大腦再次進入興奮狀態，到時下一班開往深層睡眠嘅睡眠列車，隨時要再等90分鐘先會返嚟。所以當睡意一到，真係唔好再拖啦，即刻放低手機，熄燈，直接上床瞓覺，亦都唔好再死守住今晚一定要瞓夠8個鐘呢個觀念，因為真正值得你拼命守護嘅，其實唔係睡眠時數，而係入睡後最黃金、最關鍵嘅頭90分鐘。跟住落嚟，我哋就要講到2把真正影響睡眠嘅睡眠鎖匙，點樣親手打開你身體嘅體溫開關同埋大腦開關。好多人成日都會同我講道理，我明嘅，但一瞓落床個腦就停唔到，不停諗嘢，越想瞓就越瞓唔着。其實瞓覺從嚟都唔係靠意志力硬撐出嚟嘅事，亦唔係你不停同自己講快啲瞓啦，快啲瞓啦，身體就真係會即刻入睡。睡眠喺本質上其實係身體由清醒模式慢慢切換去休眠模式嘅一個生理過程。科學研究發現，人體如果要順利入睡，核心嘅體內溫度一定要下降，而體表皮膚溫度要上升。當兩者嘅溫差縮小到攝氏2度以內嘅時候，人類大腦就會自然而然產生強烈嘅睡意。為咗要順利散熱，身體會自動擴張手腳嘅毛細血管，所以大家可以回想下，你平時真正容易入睡、睡意正濃嗰陣，通常你嘅手同腳摸落去都係暖暖地嘅。換句話講，想快啲入睡，重點從來都唔係令自己更攰、更焦慮，而係要幫身體順利散熱，將體內嘅溫度降落嚟。而書入面就俾咗3個非常實用，而且真係有效幫助入睡嘅方法。首先第一招就係利用體溫開關嘅沐浴法。最理想嘅做法係喺準備瞓覺前大約90分鐘，沖個熱水涼，浸個熱水浴，或者簡單浸下腳都可以。水溫大概維持喺40度左右，浸15分鐘其實已經好足夠。點解會有效呢？因為熱水會令你嘅核心體溫短暫升高，但人體本身有一套恒定調節機制，體溫一升高之後就會自然快速降返落嚟。
而大約90分鐘後，當體溫開始明顯回落嗰一下，呢種溫差變化其實就係大腦最天然、最強力嘅入睡信號，會令你更容易進入深層睡眠狀態。其次，第二招就係調節光線開關。光線其實係影響我哋大腦生理時鐘最重要嘅因素之一，尤其係而家，好多人臨瞓前都仲攬住部手機、平板或者電腦唔放。電子屏幕發出嘅藍光會直接抑制大腦分泌褪黑素。褪黑素係乜嘢？其實就係負責通知你身體係時候瞓覺嘅睡眠荷爾蒙。於是就會出現一個好矛盾嘅情況。明明你個身體已經好攰、好眼瞓，但你個大腦接收到藍光之後，仲以為，咦，依家仲係日頭喎。於是成個人就會越夜越精神。所以最好喺夜晚9點之後就開始慢慢調暗屋企嘅燈光，同時盡量少睇電子屏幕。相反，朝早一起身就盡快拉開窗簾，接觸陽光，等晨光第一時間通知你個大腦開工啦，係時候清醒返啦。當你日日都咁樣幫身體建立固定嘅節奏，你嘅生理時鐘自然會越嚟越穩定，夜晚亦都會更容易入睡。再嚟第三招就係利用大腦嘅單調法則。好多人一瞓低，個腦就會自動開始開會，一陣諗工作，一陣諗感情，甚至半夜突然開始思考人生。但心理學其實早就發現，你越逼自己唔好亂諗，快啲瞓，個大腦反而會越清醒越精神。因為你一旦開始強迫自己入睡，大腦就會進入一種緊張同警覺狀態。所以，與其同個腦硬碰硬，不如反過嚟，俾一啲極度單調、無聊嘅資訊去悶到佢收工。例如保持房間嘅昏暗同埋安靜，慢慢做深層腹式呼吸，又或者聽一啲冇乜情節起伏、語氣平淡嘅有聲讀書，或者係節奏平緩穩定嘅音樂。當大腦慢慢對呢啲單調嘅資訊失去興趣，覺得冇嘢好處理啦，佢自然就會慢慢熄機，開始進入休眠狀態。除咗上面講嘅助眠3招之外，其實仲有一個好多人成日忽略，但又非常重要嘅關鍵，就係想夜晚瞓得好。首先，你日頭一定要夠清醒。乜嘢意思呢？我哋先嚟解釋一下睡眠同清醒嘅關係。其實佢哋係一體兩面，相互影響嘅。如果你日頭成個人都昏昏沉沉，靠咖啡硬撐，靠意志死頂，咁其實你大腦嘅清醒系統根本冇正式啟動過。而到咗夜晚，你個腦就會進入一種好尷尬嘅狀態，身體明明好攰，但大腦又未真正放完電。結果就係人已經好攰啦，但大腦因為未放完電，仲喺度不停咁轉，點都停唔落嚟，攤喺床度就係瞓唔着。其實睡眠某程度上就好似身體同大腦嘅關機重啟。如果你日頭根本冇好好運作過，個腦一直處於半醒半瞓、低能量空轉嘅狀態，到咗夜晚自然就好難順利切換去休息模式。相反，當你白天有足夠陽光、有適量活動、有專注做事嘅時候，大腦就建立咗清晰嘅清醒節奏。到咗夜晚先會自然產生真正嘅睡意。所以好多時問題唔一定係你唔識瞓，而係你白天未曾真正嘅醒過。夜晚瞓得差，問題未必出喺夜晚，而係喺你嘅白天。喺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容易記又極之實用嘅史丹福黃金公式：15、15、15。白天充電法，我哋要用呢3個15分鐘，幫自己建立一套完美嘅晝夜節律。第一個15就係朝早起身1小時內去曬15分鐘太陽。你唔需要特登行去公園，平時返工出門口行去搭車、落樓買早餐，或者單純企喺屋企窗邊都已經足夠。因為早晨嘅陽光係調整人類生理時鐘最天然、最厲害嘅工具，佢會即刻幫你抑制體內嘅褪黑素，話俾大腦知依家係清醒時間。你會發現朝早有好好接觸陽光嘅日子，成個人全日嘅精神狀態都會明顯好好多。第二個15就係每工作1個鐘左右要起身活動15分鐘。而
而家好多打工仔或者學生一坐低做嘢或者溫書，就可以連續幾個鐘完全唔喐。當身體長時間處於靜止狀態，血液循環會慢慢變差，核心體溫下降，連帶大腦都會開始進入一種半休眠嘅節能模式。所以呢度唔需要特登做咩激烈運動，你只係起身行幾步，拉下筋，去茶水間裝杯水，又或者喐下肩頸、膊頭，咁就已經好足夠。其實最重要嘅目的係要令身體透過肌肉活動接收到信號，重新話俾大腦知你依然處於高效嘅清醒模式。第三個15其實更加關鍵，亦都係好多人成日忽略嘅盲點。晏晝3點之後，夜晚瞓覺前嘅7到8個鐘要遠離咖啡因。可能有啲人會咁講，我冇事嘅，我夜晚飲咖啡都照樣瞓得着。但從腦科學角度嚟講，問題從嚟唔係你瞓唔瞓得到，而係你有冇真正進入深層睡眠。我哋嘅大腦入面有一種叫腺苷嘅物質，會隨住你清醒嘅時間慢慢累積，形成睡眠壓力。清醒得越耐，夜晚就越容易入睡。但咖啡因嘅分子結構同腺苷好相似，佢會假扮腺苷去霸住大腦嘅受體，令你大腦產生一種我唔攰嘅錯覺。咖啡因喺人體入面嘅代謝時間可以長達6到8個鐘，所以就算你夜晚係瞓着咗，但你個大腦其實仍然受緊咖啡因刺激，未真正進入深層修復嘅狀態。表面上你好似有瞓覺，但實際上大腦一直都冇完全熄機休息，所以好多人都會有一種感覺，明明自己瞓夠時間，甚至瞓咗7、8個鐘，但第二朝起身個人依然好攰，好似冇瞓過咁。真正拖垮你睡眠質素嘅罪魁禍首，好可能就係你下晝飲嘅嗰杯咖啡啦。史丹福大學黃金90分鐘睡眠法呢本書入面冇講乜嘢神奇偏方，亦冇叫你花錢買乜高科技睡眠產品。西野教授只係透過大量科學研究，重新提醒我哋一件被忽略嘅事。原嚟我哋嘅身體本身就自帶一套非常強大嘅天然修復系統，而高質量睡眠就係啟動呢套系統最重要嘅鎖匙。所以希望由今晚開始，睇完呢條片嘅你都可以慢慢揾返屬於自己嘅睡眠節奏，或者去到某一日，當你一覺醒嚟，你會發現自己唔再需要靠咖啡硬撐住生活，而係真正感受到一種身體重新充滿電，成個人好似重生一樣嘅力量。如果你覺得今期內容有幫助，歡迎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同家人，大家一齊養成更健康嘅生活習慣，慢慢養好自己嘅身體。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內容，記得點讚、訂閱同埋打開旁邊嘅小鈴鐺。你哋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哋繼續製作高質影片嘅最大動力。多謝大家收睇，希望你今晚都有一場真正屬於自己嘅黃金90分鐘。我哋下條片再見。